Wonder App 教學點樣匯出財務報表。首先就要打開你 Wonder App， 登入之後喺主頁右下角撳分析。進入分析頁面之後，你可以喺右上角揀返你想睇嘅日期，例如今日、今個月或者自訂日期都可以㗎。選擇好就撳 Apply， 揾到支付網關記錄，撳入去右手邊嘅箭嘴，入到詳細頁面之後，撳右上角嘅結算記錄，之後撳右上角嘅匯出 icon， 跟住設定報表內容，可以揀返商戶服務報表，然後選擇返表格格式，例如 PDF 或者 Excel， 全部揀好咗之後，撳下一步。呢個時候系統就會出現報表嘅預覽，再撳右上角嘅匯出 icon， 之後會彈出分享選項頁面。你可以選擇儲存到檔案，或者用 WhatsApp、WeChat 等分享方式。如果你揀儲存到檔案，記得最後再撳右上角嘅儲存，咁就成功儲存到你嘅手機入邊㗎啦，搞掂晒！